早在1年多前，就有人一直跟我推荐说，李鼎你一定要找赖赏杰演的片子，因为这个人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细腻，最有趣的是他很好玩。我像对客家电视台 present 当时的脚本一样跟他 present， 然后他只是很简单说，哦，好吧，我试试看，我看一下你的画面。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你吗？他说侯导都讲我是一个隐性的客家人。他说：“我从跟你的对话当中，以及看这些画面，你比我还了解客家人。然后你这么想要为客家人做一些事，那他觉得他应该要做。”我们从台北市美术馆里面邓南关的照片当中选出了这部片子的所有的分镜。其实我们的每个分镜都从郑南光先生的一张定格照片开始，就延续里面的所有人物。那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了属于时间旅客他在美学上的逻辑，还有服装上的调度。其实默片在电影艺术里面是非常至高无上的，因为汤汤在没有台词的时候，他考验了演员用他的生命历练去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观众会借由他的生命历练以及他的细微的表现，而能不能产生互动。在摄影、还有灯光、跟美术、跟服装的考究是必要的，因为他除了协助演员理解之外，他也让所有的观众在没有对白的状况之下，找到一些线索，哪怕只是一个裁缝师的皮尺的长度，哪怕只是一个相机按下快门，它可以协助演员做动作的瞬间，哪怕是一把枪，哪怕是一个军服的比例，让这个军人的英挺的形象能不能表达出来。它那一点点些微的细节都会使表演变得极为不同。它又如何把4个时代串联的时候，它有一个时尚感，因为你不是在做一个拍摄的纪录片。这是我觉得在这次团队里面我们挑战最多的。然后以及我们是不是在这些写实的里面又造成奇幻，所以有像方文琳这样，虽然是要在一个都是祠堂，可是是全白的。唯一的祖宗牌位打在孟耿如的身上，而且是用幻灯机打出来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想4个时代的穿越跟转接，以及一个方框看这件事情的角度。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戒慎恐惧，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出来，让演员的表演在那上面有所发挥，所以表演没有被服装跟美术还有摄影限制住，然后原本有的框架因为演员的表演而更加活络，使我们这一次在团队跟表演上，我们觉得是大家尝试的最过瘾的一次。他都你，为什么没有我在里面？